气了，昨天还病殃殃的，今天又活蹦乱跳的了。一定是博士的功劳。这马呀，得了肠梗阻就得不停地遛，如果一旦停下来的话，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啊，博士好厉害啊，果然是个神兽医。哎，内心怎么那么阴暗呢？夸人家是神医就行了，非得加个兽字。他本来就是兽医。丢个轮子又能怎么样？我给你安上不就完了吗？我靠！珊，你确定你没有得罪谁吧？这不会是灵异事件吧？珊珊呢？我觉得我们去调监控好不好啊？保安说了，这是监控死角，啥也看不到。啊！如果报案有用的话，还要警察干什么呢？调监控没有用，还得靠自己。最近没有碰到什么奇怪的人，比方说什么变态、跟踪狂之类的。管他什么狂，我势必遇狂抓狂，遇鬼打鬼。你们别激动了，可能就是谁的恶作剧。那也没有这么搞恶作剧的呀。博士，半天也不说话了，你倒是给分析分析啊。照我的分析，这件事情不应该是马场内部的人做的。偷车轱辘，你说马场里面有这么多的好车，他为什么不偷别人的车轱辘，而只偷你的车轱辘？这件事情肯定跟你有关系。这不是废话吗你啊？婉宁在开会呢。麦克叔叔，你来的正好。闪闪姐的轮胎在2天之内丢了2个，你快帮我们分析分析，这个作案者的心理动机是什么？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闪闪的车轱辘正在以1天1个的频率消失着。1天1个等于后天全偷光了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这个频率。那他要这干嘛呀？